我们的三个就能他喜欢我什么个东西说，加油！我说开始了，吃饭起来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没事，说的没事嘛，也是打破费了，现在打上面的你。加油！1.5倍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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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打我不上面的，谢谢老大呀，真是。没有老大，谢谢老大，感觉真的蛮辛苦的，谢谢。当老大破费让我做个吃点去了没事。小王郎中养活。谢谢。票差距中没听错，现在只差2个墨镜就好了。甜美女那个是肯定是1.5倍，加成干了，加油！我的手机呢？这不是我直接拿回去。加油！高点起，点骰子吧，高点起！谢谢老大，谢谢你送来的墨镜，高点起！谢谢，戴上墨镜好帅哦！牙齿切人，高点起，谢谢你。加油，家人们下雨了，现在简直看着看。谢谢你上着，谢谢你上来的墨镜。牙齿高点起。你3 kg 这才是要3 kg 走了。高点起，你的墨镜。谢谢大哥的墨镜。最后的3秒收它，感谢你和能收它家人们，感谢你们个收它家人们收它，感谢今晚都没个主播做收它的，做了几次人都在票那收它的做了几个人老大，个人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送来的墨镜，个人谢谢你送来的墨镜，我去吃人了怎么啊？个人去，呀去个人去帮一帮，来没修小王老那我吃的那面。做什么？来洗澡先嘛不，俺打网红吃不意思，给吃不行不哥哥。俺打网红意思。这多吗？给吃不行不哥哥。你打我的真的是自由。没有办法生气，那是你的自由。网红吃不意思，长个性感不去。我干嘛要生气？你来行不哥哥？又不是花我的钱的，我干嘛要生气？俺不俺给吃不行不给俺打网红影子。家人们，我是大网红。给吃不行，谢谢。家人们，看着啦，俺大网红的歌。俺大网红的歌，家人们，我是大网红，是吧？当心吧。俺大网红的歌耶。那啥大网红是在国民上给。我是过的也是那些。谢谢我老大，给得起。哟，这是简单就是。你是牙齿最晚的牙齿吗？要谢谢。帮一帮，帮在给得起了没修。你们说哪里牛跟咱家姐姐保佑到家哦？我哪里都没接了那耶？进来这个。你等着有。没事，谢谢没有谢谢，感谢了，破费了，谢谢你。我是说没错。感谢。你等着有。哪个？你进我们给。啊，等俺听不得了，这不是太大了吗？青秋跟哪有？这个哪路得了？这当军的谁？啊，这个哪路是的军的谁？怎么办呢？得了，简单一点那都宽松。那夸张差不多在这里，现在跟我是好门口。13个。对呀，我这这要叫这样我给他真的。也是个。有一个人。
在哪儿的？我真的还接种的。那是简单的些。谢谢点赞跟着起。美女在哪里？美女在拉萨。那是哪直播间？誰かそういうもからロテンだぜ、大家にできちゃうはべの。对。可能看看没了嘎嘎嘛，谁来你开心过？他们以为我叫嘎嘎呢。真的。这你是叫他名字也是嘎嘎吗？妈的，说是的了，这嘎嘎的是的嘎嘎，因为多大开心个，那俺送红他们的孙子的嘎嘎嘎嘎多大是的。我在工作把这个。嘎嘎工作把这个。谢谢点赞。那张可以打下次的打。他啥路中发生？Siapa pada si monggo? Tim mana unci sogo? Siapa membawa siapa donggo? Sisi 点赞个对齐。Hello. Yeah, sang lâu tràn rồi.那个基本钱都在这里找吗？这种过吗？这儿不能，有点吵，我在商场里。谢谢点赞。真的？啊，这那张发展新我们这也没人拿牌。谁把没事的？那把没把谁把中名给？我爱你是我。一个菜单，嘎嘎只是认识你，谢谢你认识我啊，真的，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呢。嘎噔起点赞。然后再看这个。那种发现了。谢谢关注，菜单写的是新西兰的，所以有新西兰的对。你在说什么？真的是，家人们加油！首次礼物翻倍，加油！首次礼物翻倍。谢谢你送来的一个小心心，嘎正气。七夕是牛老师，欢迎康比菩萨，欢迎珍惜哥。我都叫票说的辈子，欢迎这就是联系票你们的欢迎装。dari ciri pada shel dong yang beti. Wasu tahu saya yang mana ngapu, yang mana jangan dalam ciri. Yang masih tahu. Yang masih tahu aku sebelum. 我知道，我是大，我就不要了。那个达拉姆啊，哥可不可以这边帮我一下哥？我几个小星星，谢谢送你鲜花。珍惜哥可不可以这边帮我一下哥？主播明天帮你，明天过来帮我一下，帮你什么？哦，可以。
垃圾我的女生啊！真的垃圾女生呢？女生就是个上票么子就真，真的是。垃圾是我女生真爱在第四点个，不能带她去。带你过去上票嘛，真的是。我看你多爱她。1.5倍加油！谢谢你上来的墨迹，赶着去。谢谢136的玫瑰。把他们点赞就也没是个赚的，没点赞吗？谢谢。为什么现在点赞是？谢谢你在过来。你都一天都没得你。家人们加油！这次6翻倍噻。你就说珍惜爱你哟，珍惜爱你哟，可不可以帮我这把打一下？可不可以这把帮我赢一下？珍惜爱你哟！一直赛出了吗？对，这个不是比较赢的意思吗？刚才帮我报仇了。对比到哪有这种人吗？真的珍惜你不上的话，我把你拉黑。不上的话，拉黑谁的？这是爱你有的是的可可唱票总是。爱你。要说闭嘴，这是的，这个可说差得让你爱你有就行。他现在的充电器。这个礼物特怪的，拥抱你。你打我了不开心。家人们加油！30年最后的。完了行，家人们加油！推他。推他，家人们。哪个耶？做嘎嘎，不好意思喽，主持。那些女生在等不个嘞？女生在买嘛，我是大网红就可以用嘛呢？那是大网红怎么？用嘛，真的那是大网红才可以，哈哈，我打不过他。他也不用看到不对？啊，刚才那儿吧？那是给这比较高，你们前面也是这个。让你破牌的衣服上够。破牌子没给谁的，可是个热的，上票是上什么热的？哎，这还可以看手机吗？有些人真的是。俺没给来那些，那不看，这个做做尿照片。他们介绍。哪个来？家的来是大网红，家的来是大网红，我打不过你，我打不过你。家的来是大网红，家的来是大网红，我打不过你。家的来是大网红，我打不过你。你看不到东西，我来过去打完。来是大网红，我打得过你。
个天才没见得了，真的是呢。我关注这嘛，现在都是那关注这嘛个，把这说东西呀。关注这些地方现在来了，关注嘛咱们知道现在跟现实。心仪的亚星，感谢我心仪着的小星星，亚星挂着起。谢谢我心仪着的小星星，感谢，爱你，老友。家人们，我太幸运了，跟网红打上 PK 了，哇！难死我！什么叫做关注亚秀？感谢，谢谢。喜欢我噻，你给我上个日记，我说喜欢你。谢谢江子的小心心，感谢我江子。谢谢我心仪着亚秀，谢谢。我给我上日记，我说喜欢你。我没关注，还说喜欢我，对呀，谢谢。你对呀，是说白了，那些是我老婆子。你哪来的自信嘛？真的是。你来说说怎么？有个叫你家的公主。你家的公主马上那个关注马上节目，说喜欢我那些点的。我关注就节目当你说是。小西西可以吗？小西西不用，你给我上个墨迹，我说喜欢你。小西西喜欢谁谁也得，那喜欢也太不值钱了。我就是觉得真的男生谁呢？真的最帅的谁？谢谢点赞，对不起。咱们抱住了，就热一到有没有打我抱住这个人们，我的手机啊。热一他跟你嘛，俺觉得真的也，跟真的看对也。就是我下面不都也长，我上班的也长。想着就打这个。我怎么了？想上班的啊，接着我想个下不了。加油！说是6分贝，抱住这里，家人们。刚性感么？卡了。欢迎我哥。家人们现在帮我上个墨镜，家人们这上是我心情。让我看什么？你点点快点，我不可以给我上个热气球嘛？翻倍，说是6分贝。下次你打这个的话，你拉上来。是不是这样的票的小对不对？好了，点赞！家人们上个墨镜，我是好好的学人，真的。家人们加油！一个墨镜，什么是墨镜？墨镜家人们一个墨镜，加油，行不行？他给我报几个？墨镜上那个是过程训人，怎么念嘛？现在8个奖杆都是他过的，我家的朋友。欢迎哥，欢迎我老大。家人们墨镜上是记得那些我买其实2块钱的。太久没训练，家人加油！给我上一个小星星，或者点赞也可以，家人给我上一个小星星，我点点赞。那个老公是谁？但是不知道个，那是去老公司的是真的是个。你老公是不是把家人点工作时候你不分享，那你去做的那点会走。加油！1.5倍加油！做的那个时候，他们在说我老婆，跟我那个说是我女人，你干嘛？是这么是干的这个？你这种人说好的。加油，家人们加油！现在嘛都没听。 1.5倍加油！1.5倍家人们，现在是加看看。帮我上一个小星星，真的公主小星星上的男神。来，家人们，就是那是票子，一个票子。现在拉小星星可以拉，家人们拉个小星星，一个小星星。家人们加油！那给我上个小星星，恭喜发财！帮我上个小星星。加油，家人们加油！王姐，给我上个小星星，欢迎王姐。 家人们加油！我一个小星星拉不到的，过来在这里去。点赞是能点赞了，干嘛是能点赞？可不可以这个帮忙一下？我给那里给你打这里，你看了没有？一星小星星，加油！1.5倍的家庭家人们，谢谢。
感谢我这次一天500加油，家人们保持有的事情，谢谢。欢迎 L 子弟，家人们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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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你的点赞。我只要说去加油，我去加油，我真的加油。拉票就是了。一天都下雨，加油家人们！也是一直在下雨。然后下雨的话，心情不好，就再加上下雨，感觉我也是直播嘛，因为就是下雨了，然后无聊死了，然后直播。然后就大家人们破百怎么着？太无聊了。不要破百啊，家人们！出发首先一直下雨。不，你不是说到江岛了吗？在成都吗？你不是到江岛了吗？家人们加油！那下雨可以好一点嘛，天气不热的下雨。下雨的话，天气没那么好。点一下赞嘛，点赞。一直下雨的不想看。高速上面开车的话就困死了的，真的，尤其是不是感冒也没这么的。